哎呀，哎呀，噔噔噔噔，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今日節是初一，咱就是無人來聽，還是咱到處咧揚包去拜年對嚟啊來聽，你無做工。特別到處嘅時，就到 office 時間由頭用公司 internet 咧較快啊，個頭 download 個咧本來學嘅節目啦，就今日節是到處嘅時 internet 較慢咧，後時就是到未 download 咧，感謝下家人。即係呢排咧，因為介紹我兩個特別嘅邊，因為特別嘅咩就是我幾日誒頭時是冇咩人來，因為個人來人可能就是你個無多邊啲人無通慶祝新正嘅人咧，所以這個禮拜呢，我會介紹我兩個新招生頭一個來參加新招歡迎你，名做歡喜。Hello，大家好。然後這個歡喜咧是真正歡喜，因為他這個擺咧通慶祝新正咯，因為到底個當然到底多，係咪國家？英國哦。我到底英國。然後到底英國，然後無通慶祝新正。係咯，所以咪嚟邊個嘅 celebrate 咯，大家先慶祝個浪咯。哦，感謝，你嚟咁人慶祝，你頭一擺嚟錄音嚇？嚇，第一擺。第一擺錯路啦。嚇，卡剛剛，佢剛剛，卡佢剛剛，對，然後歡迎你啦，你嚟邊度學見啦？然後我未了定當時你成日隨住邊度學見呢？就吧？哦，我知 show 啊，係你好我看係你 Star newspaper。哦，只古之正啊，定。即係7年有6年冇只看過是好多次是頭一道是แล้วเนี่ย我感覺佢趣味啊我只有聽嘛所以我聽直接聽隻歌啊所以你聽隻歌特別你冇嚟 join 嗎？冇嚟 join 感覺唔知你講咩數數有嘅就緊嘅你話咱這人係啦想講一句就冇啦嘛不打是你若是有興趣咪話題咧，你實會來參加我人。然後你頂到邊陣時到到嚟？我到Queens Bay 嗰邊。我到Queens Bay 會。我 Queens Bay 咧大喎，我唔是話大Queens Bay 喎。係咧。係咪酷嚟啊？Crystal Point 嗰邊。哦。Crystal Point Crystal 係啦 ，Crystal Point 咪最好嘅人咯。冇啦，嗰邊是成個 shop lot 嗰邊。冇那好嘅人嘅厝啦，度假厝嘅了嘛。冇啦，冇好嘅。佢冇好嘅，到啲英國。真係。我嚟搭車你唔知。แล้ว歡喜啊歡喜。啊？你是唔是頭一年無通慶祝新正？係咯，第數個新正誒。哦，頭先揾見就成這啦。然後等陣會介紹個另外一個，都等下叫你拍確個可能。然後個有歡迎下新正，唔是新正歡喜。然後個有我人老椒有時歡迎。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發 OK。發。咯，發啊！一叫伊人就直接講發啊。係啦，人看你冇發啊，可能啊。嚟發啊！แล้วก็等陣個就個個有老椒แล้ว嚟阿莫丹歡迎阿莫丹。Hello。你嚟學其實。อันนั้นที่ว่า大招會大鼓，其實大鼓會做咩？佢新正呀。冇啊，成個食飯安尼款樣啦。哦，食飯，唔是團圓飯啊。冇啦，會使講嘛，會使講安尼款咯。特別了，你今日只是8月啦嘛，今日是7月啦嘛，然後你正30個歡喜是去到食。啲暑假咯。OK，等陣我等陣跟住個未了，然後個有人個有大背，不大粒頭先，大粒頭。Hello，恭喜發財！歡迎，恭喜發財！你本是無幾時節？你講佢就這年無幾時節啊？十幾年啊，12年、13年。你嚟個正啊！你
有買食家己吹新正物件來做，還是啥無咪 mood 呢啊？大陣真久了，so basically，阿妹是 call 拍電話 relatives 咯，講親戚咯，家人講叫起話仔。yes，有。แล้ว你到真嘅時你無想啊，你有 miss 有想會傾叫新正。有 yes 有，tapi I mean 真久無對啊，所以 eventually 你無迄個 feeling 啊，你 just continue 做你講呀。Yo, sangat sedih lah ini. Okay, lagu, anda kata tu nama, lagu atau aku topik si topik kia ha. 歡迎到嚟，老趙。你啊，你呢？你等到多少？特別靚。你笑咯，可能佢個人講話，你特別靚啊，你不如。你見到他車了對吧？呀，我覺得只能夠講，你扮山你唔記得，你起計只慣呀，女啊。是啦。你 OK， 等陣到嚟冇咧，你一個新椒，佢就傾新椒，名做I love you。I love you 嚇，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紅包過來。冇教英國，所以去吹別人嘅嚇。都冇教英咩？冇教英國，所以去吹別人嘅。แล้วก็จู่ๆก็等陣，新椒我咪รู้จะเสียงดูอันจะ聽到邊啲學嘅咧。我 Google 掉咯，古仔是 Google 掉，然後聽咯。哦，你古仔入面聽到阿個老古你聽？聽阿個有個4年喎呢。哦，你4年喎呢？你頭一擺嚟參觀嘅？是啊，頭一擺行住賣出去，行住路食。哦，其實路食你本是冇大，你本是冇大咧啊，你本是冇大邊嚟啊？我到 New York。哦，你邊路食啊喲？路食咗大。東京嘛有6-7寸咧咯，冇錯。哇！Pretty close 啊，6-7寸咯 ，yes correct。你到 East Coast 咩？我到啲東京咩？我到啲 New England 嘅 area。哦吼！較早是頭聽嘅是 actually 我大我留嘅呢。哦，即係冇嚟講。頭嘅是。翠華。你拍死啊！梗係自己拍要人鬥把嚟啊！你佢記拍要人鬥把，家你是拍要人鬥把咧，我特別直頭咁你套路去俾我你 cap 咧，我係要嘅 cap，你我直頭 head 啊，看人鬥把就 head 到啲你要把會使未記嘅。你有時你唔知啊，未記冚咩每本啊，你要每未記冚，我去間 office 嘅時候，我看一每開掉，走去看是死啊啦！近年咧未記冚每唔知冇冚每年，你 cap 每未記係，冚我10幾塊啊！你時等陣，佢對介紹到對嚟，攞佢叫，佢搞攞特別嘅So แล้ว等陣個OK，當然每到對啦，咱隔了人，喺話第一禮拜咧是被講老成正啦，然後講對對定到，等陣我未見每係一看I love you 嚇，I love you，你定到到邊兩嘅事，你到底邊兩嘅事是到到一個？我到青草行。哦，青草行，佢呢？Island Glade。你Island Glade 所以你到底你對嚟，冇你嚟美國到咗幾年啊？哎呦，23年啊！哦，13年啊！你上小對邊兩個？隔一年兩年對一道啦，無講特年對啦。哦，隔年差唔多成晚呢，隔一年呢啦。我隔一兩年對一擺啦，佢就是。差不多啦，先啦，但是一年對一道，看無看點啥做工有用就對啦。你捌對過新疆？有。早2年是對新疆，舊年無對新疆，舊年對是10月對。舊年對老正。對啦。แล้วโอเค即個禮拜我就是要講老正啦。所以講老正嘅時候，講兩想起咱講新疆歌嚟講，新疆歌嚟講，咱想到你老新疆歌咧，較就是係咪按照款嘅呢？係咪合得一條歌啦？對你嚟講。恭喜你！哦，對，恭喜！你每一別人咧，別人。
隨順包。識聽你功夫嘅，講好係咩？功夫咪 Cantonese 啊？我知啦，下邊掛啦，是講。我唔知咩咪，但係廚房嘅。嚇，唔係啦。你我當時叫你開 concert，叫你唱我聽下邊掛嘅。冇咩，普通你開radio 會聽到成個功夫嘅成隻歌，感覺梗係清歌好聽。哦，伊特別意思，即是老，你嘅老人家教我嚟老人家，有可能冇咩想嘅，你個少年。我是講是話食細漢時啦，啲話老人家嘛。係啦，你食細漢時，你安怎伊個歌是安怎嘅？一張？我隨看 YouTube 啊，上到路。好 ，OK， 個拍攝嘛，即係。แล้ว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ไหนไม่รู้ฮะจะหัวหิแล้วจะเดี๋ยวนี้有時結果叫你描出來有時有時我係記得這首歌嘛，是叫做咩？祝新年，還沒新年啊，係咪啊？祝新年啊！新年，祝新年。但我隨口有，我實是有誒。我真係記下你啦。是。我唱咁多隻啊，是安尼看呢哦。你講你講好嘅嚇，你講你講好嘅嚇。莫丹，你講你講好嘅是唔是呢啊？冇啦，安尼有時講嘅是祝新年過新年，安尼看呢。嗱，即條啊。對。對，而家老天椒。好啦，老天椒。還有個唱，萬事如意，痛苦心酸。你講老人家。當今咧，我唔知有國文嘅比賽咧，下禮拜到底係講嗰啲新嘅先至係有咩歌棒，啲無聲嘅歌啦。特別咧，留下禮拜嘅講，唔知係是。下禮拜攏開工啊未？攏一個禮拜 from now，拜一，下禮拜一。今個禮拜。我幫一禮拜。幫一禮拜是拜一放到幾時？拜六咯，禮拜啊，拜二做工啊。哦，所以你就拜二做工啊，所以禮拜二是咱講先正是你話你做已經做工啊啦。哦，開工啊，唔是，我是聽人講開工是車執。係咩？嚇，較好運啊！車字咩？唔是車字開工嘅咩？唔知啊，冇聽到啊，人講車軌個冇做過。車背啊 ？OK， 嗱，即個。歡喜除掉啊，講好嘅。係，你是講好人嘅嚇？冇啦，福建人。等我看看，香克里拉誒。嚇？我記得哦。叫咩？一個叫迎春花，迎春花。哦，OK。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愛它。我冇聽過喎。Actually 真係個，but 你個叫啊，我個辦過。你係你有聽嚟講？這是新加坡嚟嘛？嗬。是啊。迎春花咪是嗰啲歡迎嘅啲春天嘅花咯。然後等日嗰隻呢條歌是 traditional 咧嘛？這條。掉兩個喇叭咯，就掛，冇人晒掛。我只時間冇人晒哦。嚇！即係減咩改。我啦，因是即係你嘢踩。我踩下掉，呀！你成日噔時擺字人喺度。自己紅包了嘛，可是嗬。等一個門看別人，最冇講到一個係咪阿莫丹呢？你老人家係講什麼？阿莫丹就少年嘅，所以老人家唔是只先嘅。咱嘅老人家是19幾年嘅。1980幾年係咯。未講咧，我未曉啦。特別你講你嘅老唔要緊嘅，你講你嘅老嘅。會使學別人講聲啊，我係 rewind 淡薄時啫。會使。然後個有等我睇下得住。因為零係叫我 Hello Dragon 歡迎。然後
Dragon 咪是 Year of the Dragon。今年咪是零年，話係咯，零嚟啊！零年掉。等陣零年會，等陣零年會嚟 join 下。This one really over。OK Dragon 個腳啊，直接曲㗎，伊講隻股。即聽，嗰個股先知啊。哇，現在人家係估，即係我買啊，我買。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明。我在这次是住啦，之前一個聲是住。姚丽啊，成咗頭我唔要頭啊。伊名是一女啊，一頭誒。姚，未曉㗎了。等下每款。我哋鬧啊，未曉。等每個 dragon 這條歌是唔是姚麗？其實姚係。啊，伊講。對姚麗。講嘅 chat room 對姚麗對。喂，唔好聽啊，那個。上個鄧麗君嘅。等陣，鄧麗君哦，個條個鄧麗君唱咧啊，先只歌，等你聽啊，這是1968年。這是等係地利君。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伊隻出名就是隻地利君咧，就是以前你呀是你呀，呢地利君啊，就要訂。誒，這是燈是訂嚇，是訂利君啊，訂利君。燈是訂是真嘅。在了。問講嘅第一試啊，咪講啦。叫咩嚟叫路啊？叫咩嚟訂路啊？叫咩？我隻股冇能訂了。你講住個冇講掉個老新加歌係咩歌？就是你冇講過這裡咩啊？大粒頭。我冇咩 familiar with 新加坡，我係曉聽嘅。即係阿莫曬數啊？阿莫曬數 yes。但俾你聽到大處，對處你不俾，都係處棒哦，還是較濟時本是聽，但係佢點咪比較聽到。點聽處無棒。哦，然後你聽到時我到啲邊咧時我處本是只招棒成只怪，你佢個只是基本聽聽，你開 radio 啦，係開 radio 就聽聽嚇。哦 ，shopping 啊，你買衫時哦，買物件時你聽到。對，去買新正衫時。誒，你講到啲嘅，咱對啊，最冇講過一掛，最冇講阿莫丹咪講啊。吹掉。個是個最冇講過，係嘛？I love you 講個未先只掛。我講啊，頭先你講嘛，講公司嘢咯。對。你一個特別嘅我講未？順兜嘅嘛？我差啲未記，哎喲，真係使 miss 條歌誒。等下你去隨個即係internet 嚟喎。Oh shit！ PK。財神到你歌是唔是上家講好嘅 version 財神到嘅？冇聲啊！你叫我你去隨你句誒。我係啲 post on，我 send 你個 message。嚇 ？WhatsApp？係你財神到你講聲妹嘅。係冇聲。等我放學是唔是啫？先我吹，那是吹掉咧，只咧等人嘅。
财神，即我問講我係紅邊有聽，有唱財神到啊！不，伊唔是唱，伊唔唱財神到，我唱財神到，伊就咚，伊是阿無啦個曉，一定當時我嘛有買一個迄個VCD 和伊布朗賽 VCD， 伊只是個神正嘅物件。攏去吹我，若是迄個當人嘅財神到。佢最後話咧叫我領者，有我成幫即個大媽歡喜嘅，歡喜都叫我就啲隻 Skype 啊，即係歡喜叫來即是功夫嘅，冇想㗎，大媽咱講係攞去吹看看吹掉另外一條，當人嘅，真冇嘅，或者而家估嘅 video。呢隻許冠傑。啊嗱。財神到，好走快兩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合府慶新歲，喜氣盈盈，齊和你多福音，壯健強勁。我係叫。即係 make 我 feel 地先至係 feel。哦呀。係咯。OK，咁我隨看另外一條咧，當人嘅咧，我吹掉橋啊！我看一條，明明一條。OK， 即我去聽下一條是唔是？maybe 一條是當人嘅。誒，modern 嘅。這是唔是？對。特別嘅 modern 嚟的呀，特別是條財神到財神，唔是啦，我唱唔是，我講嘅是財神到，嚇，是唔是？啊，對，吹舞喎。吹舞喎，依 copyright protect 得好。是小劉啊，是小劉啊，一頭吹舞 YouTube。財神到，咚咚咚咚咚，財神到，咚咚咚咚咚，財神到我家大門口，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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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財神，接財神，把財神接到我家裏頭，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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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夠 echo 嘅，笑啊！嗱，哎呀，昨天錄音錄到我笑到我嗱，我都冇刷去啊，已經。昨天我錄音是錄即個零的錄整個零的零嘅，啷不聽過未？零的錄整零的零。這是愛出啊，我唔會隻啊。已經出啦 ，sorry 啊。Ani official po. Abe official ko. That show 都俾 at least 3出聲。That show 3出嚟個，等陣 OK， this OK， 個即等陣一吹，個吹掉啊，你財神到去掛頂。而家有 dragon 嘅好呢，咯阿玲。叫伊 join 啦。Katapuru，係咪 Katapuru 嚟啊？佢哋隻 room 會。點？song to get on the song。迎财神，财源滚滚；接财神，步步高升。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我家大門口。是卡拉 OK 來的。迎財神，接財神，把財神。你曉得我係去啊？這就朋友出了。恭喜我叫好運，財源滾滾來，做生意他一本萬利，買馬票他something，我不要太急。嘿哦，感謝這出咧是 sponsor by YouTube 嘅啦，冇 YouTube 啦，未隨到嚟講。對，咱若是講啊，聽眾咱是聽到，咱被會記講咱頂到聽老歌咧，隨到啲online 會曉，咱會使
寄誒 link 好啊，你是我放個人聽。誒，嗰隻就是 I'm online，乜反正no 嗰隻 OK，嗰隻咧嗰隻人要 join 啊，等陣 OK，所以當今就講講咧，成隻歌嚇，是新嘅人，然後講成隻歌我俾個嘅招一個人來，特別 before 咱招一個人來，先我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比講紅菜，讓佢講個紅菜先，我叫一個人來，讓一定到紅菜是安怎樣，家己甜嘅是安怎係，讓講下紅菜，講成有時講。我古早紅菜哦，我古早食古辣料就我寄來crochet啊，教嘅咋，我寄你紅蒜教了。我袂曉對人字啊，慢慢亂做教，一個關一個夾，一個關一個夾。無聊哦，我冇本嘢去調 ，because 我袂曉再講人唔啱食 proud of 人嘅做得做。好啦。一本嘢去調，一個關一個夾，一個關一個夾。你咪一關一個是特別你搞對唔對意思？教了唔對了，嘛是有嘅關，同無有嘅夾咯。係咯，個長款嘅我係叫我媽喎，伊係一擺紅光嘅事，伊唔是，伊是紅菜本來，伊特別有紅光牙嘅喎。有金嘅嚇，伊個囡仔皮有一個囡仔牙頭啊呢。哈，有迄個當今個有人調啊，你反正唔知。唔知哦，對，我會記，還一種是伊像啊有人寫手填伊個embroidery 哦，embroidery 咧有領有咩款嘅啦，咧有囡仔嘅無大嘅囡仔，無大囡仔對，無大要攞衫戳嘅毛嘅，一撮對，安尼我個會記一些，對，我會記你本。攞衫我哋記就是係你咯。攞衫錯冇，是唔是嗰個牙套啊？成個時，แล้ว我記講即係唔是紅菜，成日係啲豆丁本嘅，伊豆丁部本時，你看你就不確備哦。哦，對。誒，我嗰隻新嘅聽眾，老闆你過來參加玩，你名咩？阿來啊 ，Hello， 阿來有企人嚇呐。誒，你咪是你把你加咩呢？嚇，你把你頭一擺嚟參加嚇？是。你有花名叫咩？叫紅菜咩？紅菜啊叫你？阿來啊，我來阿來那 boring 叫你來有企啦。你我係你條咧嘅。你那是你冇笑笨笨啊！我就頭一個笑掉，佢就是掉啊！誒。有來有去，你成個人往你到底到落當點人？我叫來去嘛，嗬。來去本好，來去較好聽。來去你到底當點？等你問啊！我到底等住問啊，到我買厝。點解有個你講嘅大缸嘅事啊？哦，大條誒，哦，是你甲我講。到底講嘅位我買厝啊？無，伊講嚇，應該我哋厝本咯，到底我之前嘅名啊？我是大之前啊，你是大公。我大之前嘅 actually，不來找我，拿來，我一手嘅，你看到我？無啦，當然到底美國，特別無，我對邊個是到底之前嘅，到底當見過對面嘅咩？都 garden 啊，都李都 garden， 都到嗰邊啊，嚇，你乜事啊？哎呦，個無對電話敲定打你，係啦，cool 咧，你啱啊，打對嘅時隨話，會使，我去照用呢陣品。有得見了喎！啊，那個對一個幾處嘅嚇。誒，你是到底得一個刀，你到底刀還是到底結托開？是，我到 C block 嘅。到底係咩 ？C block。哦 ，C block 是卡托開嘅啦。托開。哦，安尼我是特登面我幫曬嚟幫照嚟成條路咯。係都係咁。我冇講，我是到底我未記啊。one of the blocks 所以對一關嘅啦，我未記係你是 block 咩啊 A 還是 B？較我你算，較我算。我係我娘娘隻咖喱飯啊。豬，我冇娘娘啊。會使。你安怎定當你無來參我人定當我出去時？
哦，嗰陣時我未實聽啊。哦，你冇得幾時聽起？講嘅話是定舊年半時嘅實聽。哦，舊年冇你個聽，我舊年3月有對戲嘛。你了阿你去條羅文山嘅嘛？嚇，對。幾個禮拜我都實聽。哦，所以你 miss 掉佢啦。OK，拔刀對戲唔要緊，我2013年時對。13年對戲時我去考你妹啊。來 K， 來有 K， 我知冇出。平時買咩我知冇出。我就安尼。你一時，等陣我妹子咧有來有去，來 K， 來 K， 你頂到時間新疆歌係咪？哦，新疆歌仔新疆歌。我覺得拖過新疆歌唔是啊。你講拖過咧，我講你講咩？我講你講冇啦。哇！你冇 reply 我。我冇，你去 YouTube 去吹啊！我唔是去咧 YouTube 去吹。喂，我聽國仔我近嘅時講新疆嘅路幫新疆歌嘛。哦，人幾好玩啦，就是。然後我想講路少人步嘅，不如使幫我朋友。我當然吹掉啊！把住我個腳路。我他媽早起把你個吹掉，特別一啲啲，你可能話搞一啲啲。哦，是啊，我去要嘟吹嘅好啊。你去擼屌嘅吹。去擼屌嘅吹，你特別話我哋講到啲紅菜啦，擼咧擼當嘅，等未擼學到但全部嗰個嚟斷咧，話擼係咪？醬我老係咪嘅？醬我冇覺得你講多香味。係啦，你話知擼到擼已經紅本鳥喺邊咯？未啦。你網友就看到笑，應該嘛去你I think 我 Flickr 入邊有紅本鳥成，你看到意思叫呀？我媽，我講聽我媽咧，就一成個即係明星啊，喺度就，咦特別佢講，哎呀唔知點知去 disco 嘅時候，你就係聽長仔嚟講，你是紅本鳥。伊特擺去無實會啊，真係啦！哎呀，真係冇話叫我是阿 John 嘅媽。所以伊到底邊兩個人嘅在 engineer 行事無辜啦，再嚟叫伊。頂住格特布魯嘛是格特布魯啊，拄到伊到底唔知到底路啊是道路拄到啊，格特布魯啊，你我媽到底係拄到路啊，即到底朋友個伊叫，伊就伊講，我看到啲微信伊特別格特布魯又講伊走嚟叫啊。然後等下講到 OK， 講到啲紅菜啦，紅菜攞嚟厝紅菜，他們會食好歪，我成講成一兩小笨笨啊，大媽即係已經講起啊嘛，無毛唔是無毛。無毛你個我成日會叫無毛病，我係成日叫無毛病。叫無毛。諗有咩啊？有事。我叫你無毛病，我成日都無毛病數。我弟弟你我你名邊個？你名，等我換你名就成。我弟弟俾叫你正嘅名，我聽。換我名啦，我換我名好。咩，我叫緊，我係換。你咪就有時。先就叫人無毛。揾鬼頭毛啊，John。係咪係嘛？無毛嘛，揾鬼頭毛。有時Lucy 你部毛是你。我揾我都鬼條啊。Lucy 到底你紅菜魚你係部毛呀？紅菜部毛見啦？攞錯你冇啊？點得？紅菜攞錯你。แล้วท่านแต่ว่าอย่างใช่我講條話อย่างใช่因為我聽到阿未大即係阿未大家即係即係有來有去有時候來去嘅時候無多來去有時候我是大講嘅嘛所以講嘅時候我係厝是擺厝嘅啦然後伊梅吼隻大梅真正大地咋伊是死地啦大梅我就係好似死地是伊開緊去啊嗱，較濟梅嘛是較濟是落地啊，是第一只是開個擴往規梅，伊開個伊會成日往規天來看去就，
แล้ว你壓你一開起來啊四地壓開起來是你個櫃妹就開起來咯。แล้ว我人嘅紅菜咧是特別到四地妹都 extra 長嘅咋。啊點解買家己車嘅時候唔知？แล้ว是我是負責去除嘅紅菜夾出來，แล้ว是去洗紅菜，แล้ว是拍紅菜，แล้ว是去煨紅菜咯。有人菜咧是特別調嘅是伊只簡單嘅，伊人菜是人哋 Q 啊，後一啲邊啊落邊個等落來咯，薄嘅薄呢，然後特別用一啲，伊唔知成個紙成個煙線，咁唔是伊成個有講香港包一樣嘅皮煙線，嚇呢？伊是啊隻 cable 呢嚇，我你吹過一坑嘅時候，你多邊交隻，佢只邊個嘢去交隻，佢能夠調嘅梅魚咯。你看人菜只簡單嘅，只 plain 嘅。人咧，特別色是紅色，實較青紅咧，唔是。人在講一種是叫一種成個冰嘅咧，是magenta嘅色啊。昏紅啊。啊，成個昏紅，唔是叫做 magenta，叫咩啊？係你叫隻 colour 叫做光。唔是，對，係你昏紅，你看你阿毛字叫咩啊？即唔是，差唔多成個波波嚟看你 colour 誒。福建 red 係是唔是叫 maroon？ 唔是 maroon。burgundy 啊，唔是，較青，較我冰嘅 colour，即係大粒頭都應該響。嚇 fuchsia 對 fuchsia，直接齋直接講 fuchsia。I love you 講 fuchsia 對。sorry， 就去講，浪嘅紅菜，浪紅菜係咩色？咩色？紅色啦，定人應該就紅色啊嘛。嚇！你安怎你記安怎你厝誒？會記啊！我十幾年啊，我古早是我媽去鬥嘅嗬，唔是用古早買是買來鬥，是嚟燒嘅啊，嚟試嘅哦。你在洗啊就歹去啊。哦，啊，你係是有咧無毛，有即個有絲邊度點樣？冇簡單嘅，跟住紅色嘅燒。哦，燒誒！你係當有一碗嘅哦，有人係當冇一碗，我嘅厝冇一碗嘅，真簡單，真正simple 哦，燒嘅。一地咧，一格咧，一地，伊邊啊有落來哦。有邊啊落來，你調咧，迄個係咧cable 呢，你調啦3N 呢就水咯。哦，是。了3 N 呢啊？所以中一 N 多邊去只邊，了是多邊個掉落來一條，只邊個掉落來一條啦。掉落呢嚇。伊唔是攞粒一條啦。有個人嘅是伊當有一粒咩啊？你知哦？伊是愛 QQ 呢？嚇 QQ 呢？我古早是看是講福建人是較濟無啦，實是幫阿咪廣東人較有啦，唔知。我是咩紅菜啊？啊，無你當一粒。哦，你叫阿咩燒啊咩啊？燒球啊咩？唔知燒烤啊，燒烤是講話。燒球啦，叫做燒球。一四年一刀嘅 World Cup。แล้วว่าเขา想到另外一個就是我過去鬥下只我係二鬥嘅呢，我二鬥本時伊是講講嘛，4年每本嘅，特別伊嘅好較特別嘅，伊嘅成個係咧起大嘅，無人做咧地多嘅個燈嘅，可能就伊當一地嘅，伊唔是干那較了 QQ 嘅，伊是你看伊4嘅每啊好，伊每嘅咧。border 你再接一個梅接一個梅嘅時候，伊 Q 到啲一啲 Q 去等於淡薄嘅咋，所以伊成個伊 Q 就係到啲，希望真係 describe 讓在我講咩哦，伊成個一 N 嘅可能啊，你再寫 scallop 嘅 shape 呢，呢試嚟 glug，哎呦我未 describe，但我算咗哇，都死人看啊 ，OK， 等我講句先，用我 use words， 用我話嚟講。你每下你 imagine 啊，你反你想看，你每下伊要撕，伊一片大片咧嚇，特別分做4份，明白哦？4份你咪超過，你4份啊，伊嘛是4份你看就是每4地每一時，伊當嘛是有3粒接口咯，對哦。但係你接口咧，你想下你紅菜掉落來嘅時候，然之後跌下，但係你接口嘅，如果係 QQ 拖起頂面咋，所以成家人喺啲起帶開啲 stage 啲起帶，你個燈啊，咕嚕咁樣。
哟！各位聽眾，可能就是明白嚟講 ，please 佢咧啊，邊咧我見到講明白，又講到明白。我每隻 room 佢話隻 room 兩個人明白，我講咩唔知。啷知喎？私人邊嘅咧？冇明白啊，做啊 ！Oh my god！ 我 iPad 得咯，我 iPad 得咯，冇見到嚟喎，個別哇，你看。哎呀，死啊！知道我放隻 show 時候，我對放隻 diagram 去嚟 show 嚟報銷嘢。啊，少少 OK，攞別人硬菜講啦未？個白冚嘅話，先知老先知啊。嗰陣講嘅 OK， 講啦硬菜嗰就準備講下自己冇講到個先椒。硬菜啊？歡喜個即係滷咧，滷出硬菜咧就得落嚟，滷來去。我係廚是冇，我較新嘅嘛，我冇得嘅嘛。其實我真後生嘅咗，我加你按摩蛋差不多咧。哦，你細漢呢，所以你老先真是忘嘅先嘅啦，不嚇對啊，你老是話先。你全部得行菜咩平時？我聽講但是都係講老嘅是為媽咯，為媽冇做感覺。哦，未必我白嘢，感覺打一條。三汁啊。感覺三汁。會未見係要聽菜聲。嚇講嚇。為媽個人先，一個零落頂，一樣成甜嘅零啊，到落頂。哦，樓頂啊，嗰啲樓頂佢條部樓卡去部啊。哦，你樓卡你一條想摸。哦，掉，你出事啊你。然後那時我你係先一代啊，我係厝嘅啦，我係厝是有掉是無掉嘅，有時我曉我講嘛，愛掉我就。哦。我係紅包咧，可能紅包咧，就愛掉時啊。討嘅啦。噗咯，討嘅。誒 ，maybe 未使寫後可能笨蛋，寫你仔出嘅啦。當笨蛋啦。哦，笨蛋啊！誒，但我咪講你買零誒菜。那。我想到伊出事誒，第一隻水我哋 French。少。啊。了，但你唔得水，但你唔得水，無識，不是安尼講啦。I think pardon French actually 對個 because French 真係用拍格咧，伊拍格去那是你寫，較就是無寫啊嘛。哎呦，嗱，等陣聽莫等伊嘛講明，莫等啦你。OK，拜。嚇，拜。OK，莫等我冚咩哈，拜拜，你講拜啊嘛。阿咪，我教我媽都講話啦。我知，誒，等陣就個叫啊！哦，你叫我滷嘅紅菜啊！你叫我你買紅菜是有滷嘅紅菜。哦，不，這唔是滷，這是滷是之前是滷是 New York 嘅。I love you 嚇！哎呀，那未貴，發得大。我攞啲貴掉。攞啲貴掉。攞啲 transfer 掉。呀，這是紅菜小英啊！紅菜小英，這先呢？是誒，特別我捌看過啊，我捌看過 plastic 嘅，我捌看 plastic 嘅，你知道 ？Use and throw 嘅。伊是 plastic 抓來呢，面咧條條無水嘅，伊是加空嘅，唔知？唔是抓，伊是 plastic 嘅 plastic。plastic 嘅抓嗰種嘅啦，成個種。伊成個人嘅三百，人嘅咧 plastic bag 呢呀？誒，唔知，冇呢差過你啲。即係較舊啦，較舊，伊成個多丁薄啦，多丁薄呢，成多丁薄。伊 plastic 就是蝦米 plastic 啊？轉呢咯。伊是夾薄啦，可能唔是夾薄啦，伊是long嘅。Because if it's plastic 嘅if you 梅 is exposed to sunlight 日頭拍嘅節，伊 color plastic 會 wear off because that's why it's use and throw 嘅。真係冇一個 friend 呢？用啦就是黑格誒，一明呢個係咩鬼？我捌去嗰啲布羅迪古萬山嘅時候，捌看過。我捌去布羅迪古，特別參加你買你私人，叫做就買唔知是你私人嘅。冇啦，唔是啦。就是 because 是啥？你在私人面叫就做，即係大家嚟試，咪就講成隻事。真係死唔使講，猜。誒，這件是你厝來啊？邊個厝啊？這個小英我小弟厝。哦，這裡小弟啊。
攞你整嘅是你豆一個豆丁，嗰啲豆丁哇，水咯！我使幫你小弟小英去你 website 哦。你幫你紅菜就好啦，你問幫你小英啦。我唔係，我係變條，我叫我變豆到啲頭去啦。我變豆到啲頭，小弟頭去位啦。然後佢攞就快掉啊！哇，水咯，個攞粒丁。即係而家攞粒一條咯，啫3粒一條啊！3粒一條。我是講洋菜咯，洋菜嘅水。洋菜啊，羅莊洋菜嚇。然後另外有迄個無毛不有啊，有即個有絲特啲病嘅嘢啊。個鄧郎字係咩金啊？咩金魚饅頭啊？對，金雞摩等嚇對。金雞摩等 ，OK， 我甲幫你嘢，你紅菜嘅時候應該幫我邊啦，唔要緊。要緊，幫我邊。了看住，先諗少蛋啦。了個有係咪物件？即係較 traditional 嘅新疆物件。棒炮。對。棒炮啊！對。就是棒炮。我棒炮真係嘛，我咁見未使放嘅。佢早是細漢嘅時候，哇，佢啲棒炮好啦。你講話咧，你講話你你到啲到啲邊樣嘅事啊？安裝佢哋棒，安裝係炮，你見棒安裝係炮。紅炮咯，我哋紅炮撇咯，紅抓佢頭卡。你未使掃嘅嗬？我而家未使掃。你即個咩未夠先正是咩棒嘛對哦。棒你係啲德高嗰啲掉棍棍，然後你好對哦，你哋係棍棍機，然後棒個撇啊，然後落地管落鼓地好啦，硬嘅咯，佢頭卡未使掃咯，加啲斜啲未使掃，斜沙梗係使掃咯，咁樣。對，你嗰陣時講落河是屎你掉你阿冇可以硬嘅呢條。冇話咯，就寫咯，斜沙自己嚟寫啦。對。我記下，攏嘅紅炮啊，我家己接，可以較長哦。就你咩接我接古早接個樓頂機，係啲高係啲棍棍啊，對。第二樓機個棍棍，啲高拆個棍棍咧，佢接咯。對。誒，當機別使啊，係當機別使啊。別使。我見啦，下禮拜講當機咪先知啊，看咩物件冇成。不過古早先正嗰隻物件就。車早起昆車嘅味就泡嘅味嘅。係啦，真正是哦，我當機咩啊？真係味嘅，當機冇嘅。都是咯，我對佢時候，我是希望可能有呢，我嘅時候，我聽到對佢是佢先正是唔知是2007年時陣時，然後對佢，我想哇，你今年冇佢先正好，我咪是會希望講成感覺到你氣氛啫咯，但係對佢時啊，實際先正好。無講只隻炮聲，嚇無講你不能使聲，我唔會聽到，無味到你炮味喎，炮嘅味真正味就，我就是正啷特別講人知啦，July 4就是啊，即我July 4就出去個考你 Independence Day 時，我出去個考 video 時啊，我就咁樣講，哎呀，先知。佢主行都是啱咩事真係亂咯。If 你困渣係 very difficult。未看困你下浪炮呀？浪炮 everywhere，然後綁滴出啦，綁下面絲骨頭啦。對。邊部啊？真係亂。Yes。係你國仔係先正。國仔係我聽，國仔係先正爽啊！你當然別得嘛，禮拜咧講起，แล้ว綁炮對啦，綁炮咯，咁咪攞時間綁咪，再綁滴出個綁時間綁下面炮個對啦，炮。我拉炮，你講炮。別烹嘅炮。別烹咗，你講下，就咪網絡你唔是講。點咗嘢背嘅喎。你是唔是嘅超？你識粒呢嘛係嘛？有到超鹽成日別烹嘅款呢，我唔介意有超啦，烹掉啊，我向點咯，你我走啊，你咪背咯。對，別烹嘅對。我想講你成個紅炮就一條是條是叫做小雞小鳥。雞雞啊？是雞雞咩？雞雞係小鳥 is different，you know。多香嘅呀。雞雞，我講嘅小鳥是伊成個紅炮呢，可能一條特別細條呢。你點咩啊？用手點你點咩是伊滋呢走背嘢。Yes。要大要細。大是叫做咩？大是香，特別大隻啊！放曬裏頭係，飆啦。
แล้วก็有一个是雞煲來叫雞煲生女嘅。迄個都是囡仔佚佗嘅。呀，嘿，我聽到是閒事嘛。囡仔佚佗，攞去叫我真係假喎，伊生女嘅硬起來，我第一擺新家嘅時放炮了，有 after 新家了嘅時過出，所以我規年放。放到 the next 新家。你放啊？你別掉了咩？無掉了。我厝有 occasionally 有馬打過，但係無掉了。我你厝你位呢？處理？但講過啦。無啦，但就冇啊。但就冇啊，哦。你我似成個呀？無。我了啦。你你話真冇嚟隨話，你冇對掉嚇？我冇對啊。切，我全部冇對啊。你做咩什麼對？冇想嘅對，還是做工冇用嘅什麼？冇用咯，冇機會通對咯。แล้ว你等下 OK， 你若是講咱當年每日對迄個無趁傾著先正物件，每佢都啲少念嘅物件啦。我先每淡仔先朝細漢嘅每起先到啲英國嘅即個你名名英國嘅歡喜，你啲少念啦，先正當今啦，你無你頭一擺無看過先正，你啲少念乜物件咧先正。shopping 先正物件，我成先衫，了去辦山買咧，成個攞嘅物件。哦，只攞嘅物件，只攞嘅物件。嚇，你買隻紙嘛，普通是辦山嚇。แล้วก็สกัดแหลมทะเลอังใส่จั่วก็แหลมติกวยจี้วีอ๋ออันนั้นสวยทะเลฟิลจะสินเจียฟิลอ่ะลูกโจเขามีแก่ลูกก็มาจะซองอ่ะกินบวนโจอ๋อแล้วอะไรนี่มัน traditional บ่เนาะแล้วลองปะลังเจอเสียต่อจากกูอ่ะ啥这I love you 我我真係呢短一道咯，佢正講無你想啦，咁短是想愛食呢咯。對啊，咱大正啦。你13名你食了，甲 family 食了食，主要真正留咗真食物件食咯。講你食咩菜講下？講是古早時是煮外賣是煮什麼？肚多湯，哎呦，哇！這真正娘娘咯。這個海參，然後那係這個scallop 哦。這寫呢就叫做講 scallop，狂浪搞。帶子啊，帶子咯，帶子是近啲嘅嗬。剛了豬嗬。剛了豬，搞咯！你細漢佢會曉啊，我看一間咧阿莫丹就是未曉咧。我再叫阿莫丹咧。阿莫丹你講了豬毛，阿咩綠毛 ？Sorry， 你講了豬毛。阿莫丹啊，你講了豬，你會曉知講了豬係咩物件？你會知講了豬係咩啊？唔知啦。但你有聽到我講啊？哦。แล้วรู้ไป講，แล้ว先รู้ไป講你嘛，講要食一個時，你再講一個啊，你見啊，一個啊。我都冇去翻山呢，我未曉你看啲物件誒。哦，你未曉你看物件，個少嚟個啦，你細漢，你幾歲？14歲，19歲，14。Form 2。Form 2。係啦，你有人寫哦，你有人寫哦。咱們是讀讀兩讀嚟咋？你唔是中讀啦？我啦。我講話。伊啊，唔是你啊。哦，sorry。你是讀花啦，你啊？我大啲吉啦。咩花大啲？係咪？咁啦，你等我摸。我啦，就波帶啦，咁我答，咧，等陣佢同我講咪，哦，食，等陣到底係即你食咩肚多湯，同埋你講，多湯雜菜咯，呢個真正一項，有豬叉啊，蘿蔔，你廚煮嘅物件真正娘娘誒物啊，
我媽就舊煮隻咯，煮嗰隻字行，我媽蘿蔔是第好料嘅咯。喲，我愛，我對佢少去吹你媽或者，我媽本舊做蘿蔔，我媽。嗱，蘿蔔你家炸攞隻風對潮嚟個計講，一啲煮蘿蔔，咁我想啊，你。係啦，叫 FedEx 過嚟啦。係啦。你講嗱，當見嗰時呢凍飲蘿蔔好料本哦。哦呀，依入面是係凍飲料煮嘅。啲凍飲款換對吧，一幾正嘅，我講好料。哦，特別唔是成個蘿蔔一條一條嘅啦。一條一條係生蘿蔔款呢？哦，成蘿蔔呢？特別一把一嚟我用味，我用款嚟味嘅。哦，依是凍飲嘅味素。哦，哇 ，interesting！ 你特別一包上加嚟啦。哦，上。哦，你乜事咧？又嚟豆皮煎，個板機啊？個板機喎。有冇肋骨嘅喎？正餅呢？好碎碎，但冇碎味，碎味爽，乜真好食。我愛，等陣你白鴿講，冇等你時間講，我講過一笑掉。流挪，咁樣食啫。我是個隻豆腐茶，豆腐啊，對，豆腐茶。等陣我每個人豆腐茶是黑還是白？白。我想嘅講啊。哦，直接講哦，直接講哦。我豆茶有兩款，我就是 normal 嘅豆茶，然後一個就是冰豆茶。冰係點樣？冰豆茶就是伊個問講，你 cut 嘅時，你 cut square。哦，你切嘅時切四格 yes。cube 啊，你面 cube yes。No square。square tapi slice. So that means you slice 可以薄薄，切是都是 square。Even carrot 都是 square。哦，你個咧，你知嘅咧，未吐到你出嚟啊！即係邊就差路係邊糊。哦，邊糊係咩啊？就差normal 就差路用凍嘅dry sauce。用豆腐咯，用豆腐。So dry 豆腐，你切成個米粉嘅 strings 嘅，邊豆菜就是你係一片嘅，係迄個豆腐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你會吹邊糊就是 I think 就是 flounder 嚟，特別伊人大個真係大啦。哦，我知。啊，你對會曉貼伊配 ，because 你袂曉貼，你生嘅。No， 你生真係啦，you waste 啦，basic。所以貼伊配上 paper 呢，貼 until 搞個伊會 good 咯。哦，哇，你厲害！切，細啲。哦，邊糊我冇聽過呢咋，是講我未記講人做開咧，就邊糊人嘅煮。I think 冇安尼 common 了，is 真係看開吹。Then if 你吹嘅時，伊只貴地糊呢，所以你就會曉。啥老人伊拉會曉貼啊，會曉貼。特別這是黐，特別唔是黐嘅咪好大嚇。我沒有你啊。你幫就強哦，阿媽蛋你幫就強哦。阿媽蛋，我假如你 Skype 有隻 mute 嘅 button 啊，你特別用，我冇 button 可能難咯。So this yummy 呢？我咪夠話聽佢。我係把舊一講話 ，so 我淡薄冇。琴日 ，sorry。嚇，我睇到你幫住無牆嘛，你是嗰個但我講未講一部係豆腐飲茶，不邊糊，意思你是講意思大咧，意思成個大 dry 嘅大啊。大，I think 就是 flounder or grey sauce 啦，伊人拍開大，大咧是真邊嘅，即係你貼伊配是成個paper 呢。哦，係抓呢。哇！你我冇聽過，我冇看過咯。你叉菜是真係香嘅類菜。哦，是，因特別你另外一種嘅是有係鵝豆油係鵝啦，切絲嘅。真係鵝啦。哎呦，我係廚嘅是拿鵝拿好嘅。我冇講真係鵝係屬於 dark brownish 嘅色咯。啷個啷除了一個大粒頭，
啷个了是茶白啊，就茶。酒茶都是阮是 brownish 咯。Then 冰酒茶是 brownish。冰酒茶 very interesting， 我冇聽過誒。冰酒茶，我爸暑假食，所以我媽 every time New Year 是茶。哦，I think 這個是真正古嘅 recipe 啊。traditional。真係 traditional。伊是唔是上加？就伊是四格，伊是唔是上加類嘅款？伊嘅 size 都是上加5類咯。哦，5類嘅殼啊，所以一maybe是上加，唔知是伊上加人定到個仔嘅類嘅款，一。medallion 嘅一。迄個就是冰酒茶。哦，我冇聽過，我就是冇聽過轉。冇人冇聽過，我到底當我會聽話咧，聽講邊啲學嘅聽講，我都冇聽過咧。你全部有煮冰酒茶嘅嚇，我係寫起邊啲學嘅，講嘅網友甲我講，係寫起 Twitter 為招為甲我講，招是John On 啊，佢入邊係邊啲學嘅本是用學嘅話對嘅。然後我講後面甲要包槍哦，然後 before 咱講新嘅 modern 嘅，講上版。每款當今人新正嘅時，伊人 still 有學上啊，伊有迄個。How am I going to describe？ 伊都是紅紙來 ，OK？ 紅包啊 ？No，伊都是一地紅紙來，然後一加真啊一 angle 咧，你加上啊一拿出來是要開，小字誒，然後黏掉你嘅 orange 啊，哦，你嘅物件你送互人。嗱，即個冇你甲講呢，即個淡仔是迄個英國誒，歡喜講咯，歡喜。我俾姐姐哈。OK。有時你叫嚟兩壁本呢，唔是咩？對，你使兩壁。迄個就是 I think lost art 了。對。我呢一人會曉教咧。你去買迄個，你會使買 from 嚇迄個香嘅店啊，但係我唔捌佢教，是家己去買。I think 家己當今都是用 machine 做。係用 sticker 嘅無水呢，無㗎。就是食是迄個手家己加工加嘅迄個，就是 lost art 了 ，lost station。特別我實是頂住先唔知到底啊，迄個即個 YouTube 嘅位哦，即個唔知咩 channel 啦，我到 YouTube subscribe 即 logo 邊嚟嘅啦，咪馬來西亞啦，要做樣也手也多嚇咯。你自啊嘅刀話手話咧嘅刀刮一出嚟開起來，佢一做就成個 lantern 啊，就做隻釘嘅啦，自一做釘。個就咁 traditional 啦，個係咪咪叫個上海人覺得咪叫啦？嚇！嗰陣時真正是啊，我哋食嘅係咪咋？係咪？我三幾擺你就薄膠咋？哦，三幾擺係咩啊？當時啊，三幾擺係咩別膠啊？上班啦，唔是班啦，伊是三幾擺啥？你10點嘅嚇，10點嘅了，一個人做裝嘅喎，那個紅包你薄膠咋？對，誒三幾我未記，咧禮拜到底係咧嘅講薄膠本咯。OK 啦，我咧禮拜到咧就會講即係新嘅成績咧，是新嘅成績是看人個就會講即禮拜講唔了物件，禮拜就會講，無咱未使落小股你阿莫單個別啊喲，安怎download 啦40幾個 megabyte， 大人好咩？係啦，特別無伊股咩？伊個囡仔片未使 download 小股，就等一日就係 download 10幾 megabyte。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咧就佢在度對嚟聽人過新正，特別講新嘅新正物件 modern 新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哋嘅嘉賓是最等我算下先。這禮拜嘉賓咧就是新椒歡喜，加個另外一新椒是來去。แล้วต่อไปแกไอ้บอกก็เล่นกับสินเจ้าก็นิวยอร์กสิแต่นั่นไม่ก้องวัดใจไม่ก้องI love you แล้วสิแล้วก็ว่าเราเจ้าก็แล้วต่อไปแก啦ยาวซี啦ต่อเล็บเท้า啦แล้วก็วางแต่อีเราเจ้าต่อไปได้เสียวเลยเนี่ยอาบตัน
感謝恭喜發財啊各位紅包當叫我下禮拜我講新嘅辦法啦，新嘅紅包，讓到對嚟聽下下面嘅是新嘅紅包。佢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誒，等陣 sorry， ya Allah Tuhanku，哎呀 ，OK， 拜拜。